桂林市中四周围水沟，因为这高高土山加上住户化粪池，佮甲市中的排水管接做伙，造成恶臭。议员郑嘉欣伫总咨询讲，徛1分钟拢挡袂牢，何况已经有5档，严重影响当地消费环境。议员认为市中厝一档只清一摆根本无够，要求彻底改善排水工程。对此，市长答应尽速解决。经发局长嘛回应，伫明年8月份明年中完成。我们的水沟完全不通，规个臭到要死。每次去会勘，甚至戴口罩。我记得上个月才刚又去会勘而已，跟那个陈豪吉处长，还有相关局处，包括公售马路去。我们站在那边不到1分钟的一定臭到整个市场的周围，水沟溢出。你跟他想，因为那里民众住户所排出来的粪便，所排出来的这些尿液，全部都是接也灌起嘎啷的起掉，是接社会。你觉得这样子是正确的吗？你们今天可不可以答应，一定要迅速在今年年底以前，把我们的这个水沟的工程、排水工程全部要重新规划重做，可以吗？做得到吗？因为目前今年开始无编预算，敢会当我明年编？我今年先将这个问题给找出来。明年编明年就会当完成吗？明年中可以完成吗？来赶伫明年中来个完成。一定要完成，拜托。同款当年无解决的，也有台南37区就有2家无消防分队，所以议员郑嘉欣再次伫总咨询来请命。会长嘛具体协调警察局，希望甲龙泉派出所的副地结合，要求市府编预算增建。对此，市长吴依婷认为，经销一家，乐观基层会积极筹办。目前的龙崎派出所，它目前是丙级用地，然后占地大概973平方公尺。我们如果可以将龙崎派出所跟这个龙崎分队，结合为一个住所，我相信这样对我们整个新丰区来讲整个地图规划的龙一定就是非常的棒。警消一家能够体现在这边，我们第一是乐观其成，第二个会积极来这个筹办。必要的车库或是必要的空间，我们把它筹办起来，让这个龙崎地方的民众可以在第一时间，如果碰到意外的时候，对我相信不仅记者郭文吉、林英庚台南报道。